TVB 馬來西亞星光薈萃頒獎典禮2016獲提名最喜愛 TVB 綜藝節目嘅包括《星星探親團》。你哋死啦！今次派咗我翻去，我可能唔翻嚟㗎。Oh my god！呢個場面未見過咯，隻馬同兩隻狗一齊跑步。今次翻劍橋真係好有一種翻到屋企嘅感覺。我今日着翻校服，我覺得好得意。一直有個願望嘅，就係將我自己嘅音樂帶翻去我嘅家鄉。我梗係要帶你去一個你會一世都會記得嘅地方。我一路行咧，我就開始記得翻晒好多曾經發生過嘅事。嗰陣時你幫我租嗰個1D 嘅間屋，就係咁樣咯。係咁細咯係咁細啊！你依家先好意思講緊乜嘢？我呢一嚟到澳洲咧，就係讀呢間學校嘅，直至到5年級咧，我都係排尾二最高嗰個。唔好話我啦，觀眾都唔信啦，係咪啊？請即透過官方流動應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為各個獎項投票。神級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將演技與魔法結合，選出你最喜愛角色。